哦，爱坐哦，来较落来小看。好好好。好。等下窗面放下掉，将我酒对里面过。来，你把手。我这边哦。进来。哇，牛咪人啊！啊咧，伊两条即个咧九走伊啊，好啦，阿伟，你九走伊啊？嘿，我知啊。叫咩？我们志工队就分配的据点哦，提供将近大节一个点来提报吼，这点真好。像这个毒局长的这个许先生哦，已经很久了，厝真久已经失修，拢无人整理吼，厝顶拢老雨，内面拢袂大哩。伊拜托咱市话吼，甲咱俾到1分钱吼，来个大家共同来关心吼，这点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咱做人快乐基本，这是大家拢知影的道理吼。所以咱公所，咱政府的资源哦有限，民间的力量无穷吼。所以咱嘛是来真正靠咱民间吼，大家来斗相共，共同来努力，再把这毒鸡老人高弱势的关怀哦落实到最好的境。啊，你下班过来个食。我来调。几只鸡啊？我这帮系你看。我车在多一点，我叫唔来。今天特别结合北斗镇公所和李镇长以及志工大姐们以及慈化慈善会共同来访视北斗镇大道里的这个案主。那发现了这个案主是一名年迈的独居老人。那平常因为行动不便，三餐也是由弟媳来负责接送。那近日发现他的居住的房屋屋顶已经严重的破漏，急需整修。那特别也结合慈化慈善会来进行这次的房屋整修工作。那适逢中秋佳节将届特别跟北斗镇公所以及志工大姐们慈化慈善会来举行这一次的关怀慰问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的中秋佳节。